正人来在你，奉你保守我今仔日所有会使，所有对你遐所领受的，做一摆食做你伫正人的祝福，奉你保守你的圣事伫我中间运作，我伫菩萨中间得到更加济的恩赐。啊，奉你保守早起的礼拜，我所有有在人对遮来得到圣祝福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名求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早起，咱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咱来锻炼今仔日的诗歌。咱来看信息第204首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这咱足熟的啊！哦，咱来吟第1节、第2节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天顶奥妙的事，论主极大的恩根，以及大仁爱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在世时，予我心安强。就也过芳华甜蜜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上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新生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来第2节，我真爱讲这故事。若想若有滋味，世间大项所毋捌，两种甲这无比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对这首大感激，所以报我所经过。望恁来得利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上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是新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接着咱来看信息第308首。信息第308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在叫，咱来吟第1节、第2节。听见救主出声在叫，啥物人要去做工？田拢到时着也实施，啥物人要去受冻？救主真久就地叫你，伊保守实在极大，是最欢喜虽是因讲，我伫遮找我找我。第2节。世事袂去到真远，来保养互因真声。恁的慈悲是为有人要捌听救主的名。世事幸运袂到这深，定咧对我负一哩。为着救主欢喜
罪工，以为干那属福气。咱备万心来准备，咱备万心来听下小等的礼拜。咱即马将咱的手机关机，也是调做震动。耶和华讲：“我是阿里法，果是俄米加，是头一个，是落尾个，是起头，是煞尾。喙焦的人着来，意爱的人通白白得到活命的水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罗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罗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。”即条咱要吟圣诗来学了上帝。请来献开圣诗204首，圣诗204首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请起立。一
新的界面，来共读新的界面，请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即两条界是全有法甲先知的总分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请咱掀开启应文，启应文33篇。启应文33篇，我来刻，请大家来应。启应文33篇，恁究竟要将治罪比拼上帝？恁也捌看顶面，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。因为伊的大权能、大气力。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。你敢袂知？你敢袂听见嘛？伊无业，也无善。也善的，伊互伊气力。少年人也会业，也会善；勇壮的人也会跋倒。伊要亲像鹰照天势飞悬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的主，感谢你极大的疼。当阮每一日起来迎接新的一天的时，你能用圣灵充满阮，也互阮四周围有你的疼、喜乐甲平安。你赐阮福气，享受你大的恩典。感谢你引带，互阮知影常常着学乐感谢你，搁伫你设立的安息日，要紧来到你的圣殿来亲近敬拜你。阮明白，阮是行伫蒙受恩典、福气伫你引带的路上。有祈祷就有快乐，有学乐就有平安，有感谢就有喜乐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无论伫日常生活中间、工作的中间，也是服侍的中间，时时警醒祈祷，帮助阮，因为安尼伫主内面重新得到快乐，互阮的生命哪来哪充实，哪丰富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使阮正大家有柔软的心。准备好家己来参加今仔日的敬拜，搁话通伫敬拜以前省察阮家己，反省阮家己的过失，互阮通用圣洁的状态来敬拜主。愿主你圣神引带，透过敬拜，互记来来参加聚会的兄弟姊妹，心神拢得到饱足。求主临到阮的会中。你宝贵带有能力的话语，赐互阮每一人，欢唱伫有需要的肢体中间，心内白白的得到你的透放，悲痛的得到你的医治，心灵忧伤的得到你的安慰。因为除你以外，阮无别人通靠。主你有应允，阮所信的就无空空。今早起。阮的敬拜要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愿天父上帝对头到尾带领引带，
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圣歌队要带咱来学老上帝，找牵我，找牵我。我伫遮，主找我，找我。即条咱来看圣经。今仔日蔡牧师要用《列王纪上》19章第9节到21节来勉励，请咱掀开圣经旧约圣经《列王纪》，《列王纪上》19章，咱要为第9节看到21节，咱的周报后面嘛有。请咱注意来听，我来读。伊到遐入一个洞，就踮起来，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，甲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创啥物？伊应讲：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遐的坛，用刀杀你遐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。因要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处伊。讲，你出来徛伫山林，伫耶和华的面前，看耶和华经过有大骨头的风，破裂遮的山，拍碎遮的石，伫耶和华的面前。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，风了后有地动，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。地动了后有火。耶和华也无伫火中，火了后有细骨轻的声。以利亚听见，
就用外衫搭面，出去徛伫洞口，看有啥啉到。伊讲：伊利亚，你伫遮创啥物？伊讲：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遐个坛，用刀杀你遐个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。因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处伊。耶和华甲伊讲：去啊，你倒去，到大马色的旷野，已经到，就着用由我哈设做亚兰王，搁我临时的孙也好做以色列王，搁我阿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煞接你。后来脱离亚设的岛下，也好要杀伊。脱离耶和的岛下，以利沙要杀伊。总是我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人，伊的骹头有袂捌规巴力，伊的喙袂捌浸伊。以利亚就离开遐去，拄着沙法的囝以利沙，伊伫遐犁田，伫伊的头前有12对牛，家己赶第12对。以利亚经过伊遐，将家己的衫搭伫伊的面。以利沙就离开遐个牛，走了后，以利亚的后面讲：求你准我大声斟我的爸母，然后我就缀你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你倒去，我对你有啥物啊？以利沙就对伊遐去，杀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互百姓，因就食伊，伊就起来缀以利亚来服侍伊。听上帝的话，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蔡牧师今仔日的讲题是让故事生生不息。将时间交予蔡牧师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会记得，当我伫传道实习的时阵，毋是实习，就是开始咧做传道所的时阵，我所徛起的教会就伫咱的隔壁，总是毋捌来过咱的教会。过去我是伫北门教会，伫迄个所在伫做传道，总是行来到遮，看到真侪好朋友，有熟悉的，无熟悉的，拢伫即个所在，互我真欢喜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中间，伊的主角叫做以利亚。先知以利亚是旧约中间上代表性的先知。伫以色列人伊的传统中间，若讲到先知的模范、先知的典范，应该就讲是以利亚。所以咱伫新约中间，当耶稣伫乌门山咧改变形貌的时阵，有边仔有2个人徛伫伊边仔，什么人？一个是摩西，搁一个咧，就是以利亚。当耶稣问伊学生讲：人讲我是什么人的时阵，遐学生有个人讲：你就是迄个摩西，你就是迄个以利亚。所以代表伫正犹太人伊的心目中间，以利亚是非常有代表性，会当讲是一个典范的人。以利亚的故事伫旧约中间嘛，大家真清楚。伊的故事对列王记上卷第17章就开始。咱知以利亚受到上帝呼召，伊就去抢，去甲迄个亚哈王去呛声，讲因为你的罪、你的作恶，所以以色列有3冬半无要落雨。讲了就随走，伊抢完了就走掉了，就随走。然后咧，伊就逃走去吉利溪边啊，然后佮走去到撒勒法寡妇迄个所在。列王记上卷18章，伊有记载以利亚后来遭遇。第18章讲，伊对伊所秘的所在行出来了后，甲450个巴力先知斗法，会记得这个故事无？然后有赢无？赢，所以伊就用刀，当然毋是伊一个人杀啦伊就正百姓用刀杀死450个先知。这个时阵，上帝就赐福，上帝将这3年半的大旱、抗旱就结束，落大雨，
等于啥啦？上帝赢，以利亚嘛赢。情势上吼，整个景色就亲像上帝要继续赢落去。亚哈王第18章讲，亚哈王伊就坐车，坐车要转去到皇宫，上帝手换伫以利亚的身躯边，互伊比王的马车走搁较紧。所以伊伫王进前就先转去到伫迄个城内底。国王即亚哈王去到伫皇宫中间，伊的某，伊应该是一个迄个啥，迄个真惊某的人吼，伊就甲因某讲吼，即个先知将你所有遐别的先知拢杀了了，所以即个亚西别非常生气，就找人去甲以利亚讲，明仔日即个时阵，我若无将你杀死，无将你吼，无大来处罚你，愿上帝大处罚我。的意思就讲要用全国整个国家机器迄款的困难，要来杀以利亚。所以以利亚听到了后，随就走，伊足够走的，所以往南走150公里，然后咧，伫迄个溪边走袂去啊！主啊，求你甲我出我的性命，我无比我就做较敖啦！吼，伫迄个所在伫咧怨叹，结果咧，上帝透过使者，互伊有饼、有水，一bàn水，搁有饼，吼，伫迄个火顶悬掰开的饼，互伊食。你讲你爱食，若无你走袂叮当。所以伊连食2天了后，佮继续往南走，结果走去到何烈山，就是上帝的山，总共走320公里。40暝日走320公里，就是对台北走去到高雄，吼，走320公里，秘入去一个山洞中间。对不起，以利亚，咱都讲过，伊一直真成功。伊要叫天3年半无落雨，叫迄个散车寡妇，伊的油甲饼伫迄个撒利法寡妇因兜住的时阵，油甲面啦，毋是饼，油甲面粉无欠缺，佮帮助伊的囝佮活。伊一个人伫加密山，甲450个先知伫斗法，叫火降落来，将这段物件烧了了，佮因带百姓将迄450个先知拢甲杀掉。伊求雨，天就落大雨，伊会当伫大雨中间走比国王的马车搁较紧。所有这个伟大的表现，这真厉害的表现，拢是轰轰烈烈，人非常的仰望伊，人非常的安尼甲学乐。所以伊成功惯势，袂当接纳失败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成功惯势，人抱他惯势了后，伊无法度接受家己的失败。那你姊妹，当上帝使用一个人，互伊透过上帝恩典成就事工的时阵，有时人往往会因为这个成就来产生错觉，直到看悬家己，将上帝的能力当作是家己的成就。所以有时阵，咱在说上帝讲的时阵，无拄万事亨通哦。咱在推展教会讲的时阵，有时嘛会拄着困难。咱在做咱认为对的代志的时阵，有时嘛会拄着困难。上帝允准互困难临到，就是要互环境将咱的本质甲显明出来，互咱知影家己是一无所有的。那弟兄妹，我拄仔讲过，当咱在做教会事工，当咱在做传福音的事工的时阵，有时会有困难发生。咱的心有时会想讲啊，上帝啊，我就是在做教会事工，啊是安怎你无要帮助我？会记哩，耶和华毋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上帝，耶和华毋是一个逻辑上理所当然的上帝。人类合理的认捌甲伊无关系，也是讲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旨意，无受到人类的思考甲价值观来限制。啊，上帝我都讲过，上帝啊，我做的是迄个教会，我今日做的好，做好代志，所以你理所当然来帮助我。啊，上帝啊，我今日是教会迄个宣教事工，所以你理所当然爱互阮的事工会当成，无这个代志。事实上，伫历史的发展，往往打脸迄款赏善罚恶的上帝。上帝绝对毋是照人的思考是
赏善罚恶，好的啊甲破摊，啊歹的啊就甲处罚，无拄这个代志。上帝主权无照着人类简单的逻辑在进行。以利亚入去到山洞了后，然后伊有拄着什么？伊有拄着大风，有拄着地动，有大火，对不对？上帝有起大风，有大地动，有大火。自然界的变动，包括大风、地动、大水，也是迄款的迄个大火，往往拢会表明是神的启示甲审判。伫古早人的人目中间，生命哪厉害，迄个变动就安怎哪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厉害，代表了上帝所起的迄个所引起的这个变动，一定会介大。伫古早以色列人的日漫中间，上帝权能往往甲战争有关系。各位会记得无？因在讲耶和华叫做什么？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名，伊伫原文中间是战神、战神、战争的神的意思，然后被扩张成做是万权能的上帝。所以以色列人伫理解耶和华时阵是耶和华会透过自然界大变动，透过地动，透过啥？迄个土较逼开，啊，透过大风，透过抗旱来成做武器，杀赢敌人。所以以色列人过去在思考耶和华是安尼在思考的，总是伫今仔日圣经中间，上帝无伫风的中间，上帝无伫地动的中间，上帝无伫火中间，上帝有伫姊妹声的声。偌尼姊妹声，翻译本又翻作是土粉落伫涂骹的声。请问土粉落涂骹有听到无？没有啦。好佳在是我耳孔阁袂歹，所以咱伫下骹咧唱歌，我顶管听有。总是土粉落伫涂骹的声，听不懂，听不到。也是迄个雪片飘落的声音，就亲像迄个杜甫诗讲“润物细无声”，真姊妹声的声。伫这个声中间讲什么话？以利亚，你伫遮咧创什么？有人讲，上帝往往伫人上软弱的时阵才会显现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毋是，是人伫上软弱的时阵才听会到上帝的声。今仔日咱要看银河，请问咱伫迄个长安东路看有无？长安东路看有迄个银河无？看无，爱去倒位看？爱去阳明山。爱去台神来去看，对不对？郑美姐爱去台神才看得到银河，去台神还看不太清楚，爱去倒位？爱去擎天岗。伫没有光害的所在，无迄个光在死的所在，咱才看会到天顶的星。地面哪光哪看无，所以代表说，当咱的心无去归向耶和华，无因为苦难，无因为环境的问题，互咱的心归向耶和华，咱无法度真正来听到上帝的声。耶和华对以利亚问两解话，问两解什么话？以利亚 ，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你伫遮咧创什么？伊问几解？伊问两解。第一解，当以利亚拄入山洞时阵，耶和华的声就来，迄个声可能较大声，较大声。所以以利亚迄个时阵规个心骨咧都气有无？伊当伊伫咧行路时阵，咧上帝抱怨讲：“主啊，我无比我个咧做较赢你取我的性命吧。”迄个时阵你想看嘛，伊的心，伊迄个心情是安怎？除了沮丧以外，会生气袂？伊安怎讲？耶和华，我为着你的代志大发热心。啊，你的百姓气杀你的欲毁坏你的弹，用刀杀死你的身体，要去孝顺我的性命，会气袂？好气哦，非常的生气。所以耶和华互外面大地动、大风、大火咧，然后
伊就出嚟啊！耶和华来了，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要来啊！伊有大的代志要甲我启示啊！所以伊认为耶和华伫迄个所在要显现。总是耶和华无伫会中，我都讲过，伊无伫会中间，伊无伫地动的中间，伊无伫风的中间。当这异象过了后，有滋味细的声出现。以利亚，你伫遮咧创啥物？咱伫圣经中间会看到耶稣也好，耶和华常常问人问两三解。耶稣问彼得，有无？彼得，你有听我无？彼得，你有听我无？问几解？3次。是安怎要问几遮尔侪解？是要叫人透过这个问题，搁一解来看咧心内底真正。伊真正的内涵本质，所以当以利亚第二届听到上帝在问讲：“以利亚 ，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” 这个时阵，以利亚第二届伊就知影，过去我了我家己最厉害，过去我了我家己最勇敢，过去我介厉害，过去我介成功，毋过伫上帝面头前，这拢无算啥。所以伊第二届应该是安尼讲。耶和华，我为着你的代志大发热心，总是你的百姓，气杀你的욕，毁坏你的弹，用刀杀死你的奴仆，但要个孝顺我的性命。第一届已经气噗噗，我，第二届咧，伊知影爱将这个勇敢，爱将这个。处理代志的方法，搁一概交予上帝。以利亚上帝诉苦的时阵，伊不断地强调我，伊衡量每一件代志，拢用我做出发点。伊袂哩讲家己只是上帝差派的一个路帮尔。若是失败，甲伊无关系，因为若是失败是上帝的备办；若是成功，嘛是上帝的成功。一切由上帝来负责，家己只不过是上帝的器具。身为器具，就无应该将成功失败看作是我的，只要忠心来照上帝旨意来工作就好。当上帝将以利亚叫出来了后，上帝大声甲伊讲有3个任务。以利亚，我教你叫你做3项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你要去找接班人，找什么人？找以利沙。第二咧，爱去膏立亚兰王。第三咧，爱去膏立以色列王。上帝一困，甲讲3项代志。我甲你交代新的任务，你爱找以利沙做你的接班人，你爱去用亚兰王来膏立那个亚兰王，迄个哈西来做亚兰王，然后咧。叫耶和华来做以色列王 ，OK。请问，伫整个圣经中间，以利亚完成几项？伊敢若完成第1项。伊伫今仔日圣经中间，伊落山了后，就去那找着以利沙，找着以利沙，膏伊做先知。然后第2件代志是什么人做的？是以利沙做的。以利沙也记载伫量记下卷第8章13节。以利沙迄个亚兰王被哈达会破病，所以伊就派伊的军长哈西去找以利沙。以利沙就甲哈西讲，伊会取代这个哈西，伊会取代便哈达来做亚兰王。所以这个便哈达听着足欢喜，去了后就用迄个枕头甲迄个亚兰王握死安尼。所以第2件事。便哈达死，哈西做亚兰王是甚物人完成的？是以利沙。以利沙是甚物人？是以利亚的接班人，就是以利亚的学生，下一代对不对？后一代。第3项代志，高耶和华做以色列王，就是以利沙派伊的一个少年人，记载伫量记下卷第9章第6节，以利沙找一个少年人去高耶和华做国王，是啥物？伊找这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就是伊的学生嘛。第几代？
第三代。所以上帝一困叫以利亚做一件代志，做三项代志，结果咧，伊爱用3代来完成。我讲哦，这人有够记录的，哦。所以以利亚吼无完成，所以伊再改记录，伊无完成上帝工作，伊照讲，伊要得到上帝欢喜。若是以利亚无完成，恁会记哩无？以利亚伊上落尾是安怎？伊的结局是啥物？上帝车火马火车，甲伊接去天顶，有无？伊甲以利沙来到伫约旦河边，然后咧用迄个衫拍水，水分开，伊就行过河，然后上帝派火马火车将伊接去天顶，伊人无死哦，上帝直接甲接去天顶，伊的衫落伫涂骹，所以以利沙翘起来拍水，水分开，代表伊有继承以利亚的气力，用火马火车接伊直接去天顶。请问这是应邀还是处罚？应邀。那以利亚无将上帝的交代完成，是安怎有这款应邀？就代表什么？代表上帝有肯定以利亚，有照上帝的计划，伊慢慢的完成上帝所讲的代志。上帝的旨意，各位往往是跨越时间甲空间，有可能需要真侪人，甚至几啊代人，才会当看到成果。上帝根本原底就无要以利亚一概爱完成。以利亚需要所做的，不过是完成伊的传承，将先知的职分交予以利沙，培养后一届来继承福音的工作，迄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还阁讲一届，上帝予正教会的事工，毋是一代人会当完成的。往往需要2代、3代，甚至几啊代人，真侪人做伙完成上帝工作。所以，伫教会中间，咱啥物？咱就爱来培养，咱即马爱做，就是培养后一代来继续伫福音传讲的工作，互咱的教会的使命会当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上帝。上帝伫甲以利亚来交代3项事了后，伊阁讲我有留7000个，有7000个人，伊无骹头有，无巴力来跪拜嘛，无真巴力的骹。所以咱过去伫第18章第18节的理解，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中间，上帝敢有留几啊千人忠于耶和华。对亚花来尽忠，拒绝拜巴力，所以你不孤单，是毋是安尼？过去，咱来理解这个圣经，这节圣经的时阵，人讲你唔免烦恼啦，你要做这个代志有7000个人甲你做伴啦 ，Don't worry。总是伫希伯来文的圣经中间，这个字紧会记，只要一句话中间头前有这个木。这个字就代表这句话伊的时态转变，所以这句话原底叫伊这句话伊的时态是过去式，没错。那过去那是过去式，就是我已经为着你来留7000人啊，过去式嘛，完成式嘛。总是一转换就变成什么？未来式。这句话意思无应该是我已经留7000人哦。这句话意思应该是 ，But I will keep 7,000 in Israel。我将要留7000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个人。这句话的理解无应该是过去完成式，这句话的理解应该是未来式。我将要为你，所以咱用这来去理解头前所有。以利亚所做的代志，伊的学生以利沙，甲有以利沙学生要做的代志，将这夹起来。上帝伫这个所在，伊的意思是啥物？你掠准你为着我的工作无效果吗？我甲你讲，毋是安尼。
我要使用你的工作，在以色列人中间为我留教业的人。7在以色列中间是完全的数字，7嘛，完全的数字就是教业的人，所以7000人就是有教业的人。我要用你的工作，在以色列人中间为我留教业的渔民。7000人有济无？用台北市的观点吼，即摆用台北市的视野来看，好像不多吼。7000个人好像不多，不过对真理大学来讲已经很多了吼。即摆真理大学不到4000人吼，好惨吼。哦，无够7000，所以若有7000人吼，我就做欢喜的。不过当时以色列国、以色列北国、以色列伊的人口超过100多万，这边200万，所以7000个人在比率上唔是非常非常的悬，而且这个7000个人，照我拄所讲，伊应该是2、3代人的累积哦，2代、3代人的累积。而且这7000个人，唔是每一个拢成做7000个以利亚，也是7000个以利沙哦。这7000个人，无拄拄会为上帝来做什么显明的工，有可能伊自头到尾都是藏伫厝内底，伫厝内底，总是上帝纪念因。就算因是点点守着信仰，坚定因的所信，拢伫上帝的笑脸中间。意思就是讲，这7000个人，就算伊拢秘伫厝内底，总是伊只要坚守信仰，拢伫上帝迄个数目中间。这个人，这家伙的人，拢伫我的笑脸中间。7000人多吗？不是很多，总是有重要无？每一个拢介重要。耶稣有成功无？伊死的时阵，只有11个使徒加一寡俘虏军队伊，对不对？保罗有成功无？保罗信主了后，对罗马人甲犹太人的角度来看，伊是一个找死的非主流人士，会当讲是边缘的。伊原底应该是啥？伫社会中间分子，过来咧信耶稣了后，伊就变成边缘人。咱看伊伫哥林多后书11章30到27节，伊的自述伊安怎讲？伊讲吼，我去鞭拍，拍几届？拍5届，大概是40个减一个，会是50个、40个？大概是40个减一个。互锤啊讲3届，互石头点1届，然后咧船歹3届，落落水底一暝一日。然后咧，迄个啥，有盗贼的危险，有工会的危险，有工作迫害的危险，有外邦人的危险，有抗议的危险，有时咧我无通食无通困，我赤身裸体，好惨哦！迄是哥林多后书伊家己讲的哦，毋是我咧甲评判哦，毋是我咧甲讲哦，是伊家己讲的。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所以上落尾咧，伊伫城外罗马城外访台。咱咧想讲，保罗介厉害，4届旅行传道，出国旅游，毋是出国传道。我甲你讲，伊会传他为什么要旅行传道？因为伊伫这个城去用赶去到迄个城。从来伊毋是讲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吼，这个教会接待我，该赞我食饭食饱传道了后，再去甲别个教会，毋是安尼。伊这个教会，伊伫这个所在传福音，去用赶，去用拍，所以也逃走去另外一个城。伊的旅行传道是安尼啦，恁知无？所以，伊是非常艰苦的传道。好，马街有成功无？伊有建立教会，伊有6000个人行，为着6000个人行洗礼，伊捌21000起的喙齿。总是有人批评伊无建立体制。咱知影，伫长老教会的体制中间，你爱有中会才当项目，对不对？总是当伊迄个创立伊的第一个牧师，就是严清怀时阵无中会，伊讲封就封，所以有人批评讲伊无建立体制，而且有真侪本地也是甘仔人教会后来拢无去啊，都不见了。所以好像这3个人没有全部成功，对不对？总是咱等来看，基督教正做全世界上大的宗教。保罗所建立的外邦教会是基督教的基础。圣经中间信仰有一半以上是伊所写的批信。
马街无完成的工作，由吴伟廉替伊完成。透过陈清义、柯维斯甲伊后代替伊完成。北部长老教会4中会中间有15万的信徒，有3个神学院、3间神学院，甲3间大学。建成教会历史到今年6月拄好75档，我若无记毋对，应该75档。伫日本时代，张金波牧师伊开设夏葵府町，就是夏葵府町，即摆圆环迄个所在叫夏葵府町的教会，会当讲是咱建成教会的开始。日本人撤退了后，一寡住伫建成区的基督徒受到黄立典牧师甲牧师娘因的激励，所以伫1949年借用人类之家，就是迄个道元藤兵卫，伊伫1916年伫大稻埕所设立，要来帮助迄个是散车囡仔，互因读册的所在，叫做人类之家，用迄个礼堂来聚会，叫做咱释教的开始。迄个时阵的聚会是甲228的军人。对大陆来台湾遐228的军人军队做伙用迄个礼堂，所以当咱咧做礼拜时阵，外口拢有人咧站岗，有无？野穿咧遮咧站岗，所以有人咧保护咱咧做礼拜啦。迄个时阵伫人类世界迄个所在，佫有真侪其他单位做伙使用迄个礼堂，真无方便。所以伫1951年的5月，借用建成英语补习班来聚会。伫迄个时阵嘛成立主日学。同一年，就是1951年的10月，借用圣德路98号做礼拜堂。11月，咱正做李春生教会的市会，正式宣布教会成立。咱的建成教会，我大家所写就是对青年团契起家，所以教会的内涵，咱教会本质就是充满活力。所以教会中间迄个时阵的主日学，迄个时阵的圣歌队。家庭礼拜拢是对青年团契所开始的，咱用青年团契来负责。所以经过后来黄立典牧师甲黄玉燕牧师娘因的拍拼的牧养，伫1963年建堂完成。后来林庆龙牧师、郑德忠牧师，佫有林罗坤牧师、教大黄之梅牧师甲李一杰牧师的夫妇，教会教势继续发展。毋然呢？建成教会嘛，透过基东营的事工，透过真出名的篮球福音联盟，以及咱的银发据点等等，真做在地祝福。我相信，上早当张金波牧师在开设夏归府町教会时阵，黄立典牧师为夫妇早期伫人类之家的礼堂做礼拜时阵，应该无料想到今仔日咱教会发展。建成教会上早是伫全副武装的军队，伊的干事下面做礼拜。1951年到1953年，结连伫这4档中间，咱刷3届，前刷3届，然后开7年才建成，咱的迄个建堂完成。1964年，咱的中职甲青年有一部分的人走去开设北门教会，这是我对北门教会历史中间所理解。所以，咱的教会捌有一规人、小可人走去开设北门教会，这个代志，拢着亲像以利亚面临的困难甲挑战。咱受感是做礼拜，咱来搬厝。咱咧起厝，起礼拜堂起甲足辛苦的，咱教会有捌分裂过，这个拢亲像以利亚早期所面临的困难甲挑战，总是一代一代过。透过历任的牧师的牧养，所有团契，所有到中级的团结甲坚持，兄弟的挺甲奉献，互咱的建成成做建成势力的祝福。上落尾14堂。礼拜二的课，的作者 Mitch Albom， 伊有讲一句话叫做 "All endings are beginnings, we just don't know it at the time"。所有的结束就是开始，只是迄个时阵我唔知。所有的结束就是开始，只是迄个时阵我唔知。黄立典牧师的结束是林钦龙牧师的开始，吕秀霞传道的结束
是庄钦典牧师的开始；庄钦典牧师的结束是庄德忠牧师的开始；林罗坤牧师的结束就是林义吉牧师夫妇的开始；下溪府定礼拜堂的结束是人类之家礼拜堂的开始；圣德路98号礼拜堂的结束是即摆咱圣德路71巷7号礼拜堂的开始。有结束，就是有开始。新的一代，真侪青年的种子，拢已经线接来踏起来，教会发展。我有看到咱建成教会对4、5代以来，无论是留伫教会，或者是出外去到别个教会，有做牧师的，有做牧师娘的，有做长老的，有做长老娘的，有做主任的老师的，这个人所影响的已经超过7000人。而且未来佫较侪7000人要持续受到启造。今年的6月24是咱教会设教75周年，75年了呢，3/4个世纪了呢，75周年啊！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有真好的历史甲传统。我相信咱嘛真爱听别个教会也是牧长对咱教会肯定，哇！恁的篮球拍得介好，哦，恁的信歌队介好，我嘛真久无听遮尔好听的信歌队啊！哦，恁的信歌队唱得有介好的，咱嘛真爱追求轰轰烈烈迄款的成功甲启示。总是今仔日以利亚的故事，爱咱会记哩。耶和华毋是一个逻辑上理所当然的上帝。伊往往会伫咱无注意的代志，咱的启示。建成教会故事，就是上帝旨意的故事。上帝对咱建成教会旨意悠远搁在进行，毋是一代人、2代人会当完成。咱来代代相传，咱来继续培养咱的接班人，互未来搁较侪7000人，因为咱的故事来受到造就。各位，你会记哩无？使徒行传上落尾一句话是啥物话？使徒行传上落尾一句话：将主耶稣的事教世人，无人禁止。咱会去看卖下咧。上落尾一句话：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教世人，无人禁止。各位，请咱继续来讲故事，互咱教会故事生生不息。三角来祈祷。神的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恩典。当阮回想过去阮的历史时阵，阮看到上帝照你定着好的时间甲旨意，互咱教会得到成长甲起造。也伫所有起造的过程中间，你不管是有新的意象，互阮的教会。阮知，阮所要做的代志，毋是阮家己一代人做会了，我透过影响后一代、侪代，做伙来完成上帝你传福音的事工，互阮的教会会当因为安尼来生生不息。主恳求你保守阮建成教会，因为阮的教会自日本时代就是上帝所建造起造的。未来阮有愿要成做上帝对咱这个所在上大的祝福，互阮有这个决志，也互阮有这款的奉献。安尼祈祷奉这款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咱掀开信息308首，信息308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。信息308首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救
咱准备心来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咱掀开周报，咱为几项事来代祷。请咱为今仔日牧师所讲的，让故事生生不息。愿真理的圣灵保守引带，紧啊属上帝的囝儿的，无论环境安怎，拢会当继续操练对基督的信心。请咱为着咱的肢体，陈王兰、洪甘基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曾宝玉、陈丽水、刘淑珍、谢丽慧、罗胜雄、吴义梅、杜娇、陈秀荣、柯长美、郭银杰、林文成、林依诺、刘惠忠、李碧莲、张凤龙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郭道朴、陈周健、杨志坚、罗清光，为咱为遮的肢体的身躯来祈祷。请咱若为着暑假青少年的营会的准备完善来祈祷。愿主保守带领台湾府会甲各政党会通尽力同心面对，并改善政治经济，来尽外交遮的困难，以及为着咱需要祈祷的，咱开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你引带带领阮来教会，你予阮伫遮听见你古代的话语，也予阮会通彼此相听。伫遮阮要为着阮的国家来代祷，愿主你带领，阮这需要我家己带领下面，幸福人可有相听。阮也为着阮的肢体伫你面前祈祷，愿主你享受你，愿你艰苦的时阵，有愿追求你，听主，愿主你的灵感三甲日的感起因的当听，伫主你的好旨内面得到完全。感谢你伫世界上，还生的活动交代你，愿主你引带。万关灵，搁听世间人的主，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。有你，阮就得到安稳。阮所经历、所拄着的，拢是伫咧念你。安尼，阮就无惊，因为你爱阮学习，
阮毋通有挂虑，只要照着祈祷，将一切重担、忧闷拢交予你，你就要使阮平安。当阮摆咧阮的求祷，求主纪念应允，帮助阮耐心听候，你就要互阮有重新得到快乐，亲像老鹰展翅飞悬。伫阮跑走世间的路程的时，充满你赐予阮的快乐甲勇气。当阮也要用你教阮的祈祷文安尼三甲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为国权能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咱三个来看周报，我来报告。咱来看教会的消息。本主日咱真感谢真理大学的校牧蔡伟民牧师所带来的信息。愿主坚固蔡牧师手中所做的工，代表教会，蔡牧师，多谢。为着要符合各自的规范，既然来本会参加各种聚会的，咱请到1楼柜台签立个人资料，提供告知兼同意书。同意书收集了后，咱会好好管理，请大家安心来配合。为顶礼拜3到即礼拜4，咱2位牧师休假，休年假，请咱位牧师会行程来祈祷。明仔载下晡4点，教会要消毒。拜2，咱教会无开放，请咱来注意。第5，请各团契的会计整理顶半年财务收支的单据，甲校铺伫今仔日，今仔日最后一天，交予咱的干事，咱要来查校人员来查校。今年5月的财务报告已经刊登伫公告栏，请咱会当去公告栏来看。具体的消息，咱教会林湘姚兄弟的长子林文华，伫7月初8安息主怀，愿主安慰夫妻因姚兄弟甲伊的正遗族，咱为因来祈祷。奉献的部分，请咱家己来看，若有订单的，咱会计也是出力来订正。以上报告，请咱来吟上营513首，上营513首吟诗选。请牧师祝祷，带上帝来的祝福。做回来领受祝福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引带，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灭倒必灰。